兄弟姊妹平安。咱搁一摆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请咱安静咱的心，请将手机关机，也是改做震动，专心来敬拜主。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野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娱乐。只是咱来娱乐上帝，圣诗216首。圣诗216首，我心全无听候上帝，来娱乐咱的上帝，请起立来念全首。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天属伫你，地也属伫你，宇宙万物拢是你创造。我们学了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是永远的主，是独一真的主。我们敬拜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伫你的手中有臂膀。主啊，你有应允讲，恁囡仔着活大重大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感谢主，囡仔就近你的，要伫遮得到安息，甲重新得到快乐。有稳定，阁有怜悯的主上帝，阮的心伫遮要向你来拍开，承认阮的歹，阮伫生活中常常得罪你。做出无合上帝欢喜的事，求你赦免阮显明的罪，甲隐默的罪，除去阮心中的误会，互主耶稣伫阮的心中掌权做王做主。即时，我们为教会，特别为教会有需要兄弟来祈祷，为着失去亲人。有赖美姐妹甲林素娥姐妹的遗族来祈祷，求主亲自安慰遗族悲伤的心，互个别礼拜会使平安顺利。为胡文荣姐妹、林美好姐妹祈祷，互因有健康的身体来照顾厝内的人。为着林雨婷姐妹祈祷，互伊稳定读册，甲同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为离父兄弟兄祈祷。互伊早日恢复健康的身体。主啊，阮为世界的气候变迁异常来祈祷，天灾不断。恳求上帝赦免阮过度使用的罪，求主怜悯阮。我们为花莲光复乡的灾情祈祷。主啊，你拢知，主啊，你拢知。恳求上帝的听，来因显明，透过附近的教会的扶持甲帮赞，成做因的避难所。求主保守所有工作顺利，早日救出受困的民众，也求主安慰失去亲人的家庭，医治受创伤的心灵，赐落主的平安甲恩望。互因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我嘛要继续为教会的明年度的长职来祈祷，恳求主赏赐因有属天的智慧，有属灵的眼光，甲备办心来服侍主，有合一的灵，彼此配搭，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来推动教会的事工，宣扬主的福音，保守因伫家庭、伫工作中拢蒙上帝的祝福。我们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上帝开阮的心目，保守林耀新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帮助阮搁较明白上帝的作为，
你的话语正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愿光归圣杯上帝，愿感谢有信心颂的上帝，所以人在地间，将来要愿望的人。请咱同心来启约，启约文第55篇，启约文第55篇，也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我来启，请兄弟来译，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约。毋通为着家己的性命买食啥物，买啉啥物地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物地操烦。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减毋是比医学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减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哪着因为要穿啥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地大长，因无劳苦，嘛无纺织。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因山就是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地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露。上帝就安尼甲因糟蹋。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还是阮要啉什物，要穿什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请咱同齐来共修上帝的话，记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14章25节到35节。我来读。一大群人甲耶稣做阵行路，耶稣也活倒转甲因讲：对我的人若疼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也过疼我，袂当做我的门徒。无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下，袂当做我的门徒。恁中间有人想要起一个塔，减无大声坐落来，估计看有够钱通完成工程，啊无？若无安尼做，伊拍地基了，煞袂当完成工程。所有看到的人会甲伊起笑讲：即个人有开始做，煞袂当完成。31节，也是有一个国王要去甲别个国王交战，
伊减袂先坐落来，想看伊会当用一个兵，10000个兵抵抗有20000个兵的国王，也袂。若知影袂，伊会趁迄个国王要伫远远的时，找使者去甲伊讲和。同款，恁中间无论啥物人，若无放杀家己所有的一切，袂当做我的门徒。盐真有路用，毋过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失味的盐袂当落残，嘛袂当交肥，只有耳塞，有耳孔通听的就听。愿上帝话成做咱的亮光，甲随时的帮赞。这是教会主日要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歌是《牵我手》。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早起要为咱敬祷的是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做门徒的代价甲决心，将时间交予林牧师。麻烦当刚给我那个 PPT 的那个简报器，袂记摕。兄弟平安。真感谢主，头拄咱的主日咯，用着牵我手这条诗歌，来安尼带咱来献上对上帝的阿乐。伫咧诗歌内面讲起讲天父牵我的手，
同齐来安尼向前行。生活中有主相伴安尼喜乐无穷吼。天父牵我的手，安尼同齐向前行。生命中有上帝应允，无回头。这条诗歌去咧安尼，搁一摆来唤醒咱爱对上帝信靠。这也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一生的迄个操练。迄款的操练，就是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是毋是真正有安尼相信咱的主，伊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伊要牵咱的手，伊要引带咱来向前行，互咱毋若迄个伊伫咧诗歌内面讲有快乐，有力量，有盼望。迄个快乐甲迄个愿望，毋是对伫咱来，是对上帝来，是对咱的主来。佮因为咱倚靠主，所以咱有对上帝来的迄个道路甲迄个快乐是无人会通阻挡的。所以咱会通好好来想，伫咱的生命内面啥物时阵咱有真正来倚靠主？咱若有参加咱注意到伫咧即个暑假的时阵，即个暑假的儿童营。咱就会知影，其实即条诗歌，若搁比动作搁较好，只是加讲咱的遮注意到学生较避暑无甲即个规个动作来甲伊比出来，不然的话，即条诗歌应该搁较有快乐。咱透过咱今仔日的即个经文，咱要搁一摆来思想。即个做门徒的代价，甲个决心。伫前几礼拜，因为咱要召开即个临时会员好会的关系，我相信咱有真侪人将咱的迄个规个迄个注目的焦点，拢放伫咧咱的即个教会建堂甲中级的改选。所以也有人伫咧迄个中间来讲起着即个路加福音。14章的28节到30节内面去讲到即个建堂的即个预备的即个部分。但是咱若是看规个迄个圣经的迄个规个整个的迄个脉络，咱就会通知影，即段经文敢是伫咧讲建堂？实际上毋是，因为规个经段是对耶稣伫咧即个。安息日受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去到伫因兜食饭，伫咧迄个做事的迄个中间，主耶稣伊医治一个咱讲水肿的病人，对遐来开始。伊伫迄个中间，主耶稣伫遐讲起着迄个安息日治病有合法无？即个问题，煞接耶稣就安尼伫咧迄个。因为伊是受邀请去因兜食饭，伊就伫遐看见讲，迄个受邀请的遐个人客内面，伫遐因真欢喜，讲真意爱要去坐迄个讲做首位啦，坐迄个迄个坐头位啊。伫迄个中间主耶稣去讲起着，因为迄个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伫迄个中间，主耶稣。伊爱咱伫遐安尼会晓得学习谦卑，看无家己，毋是甲家己看最悬。煞接伊伫迄个安尼同济道的人内面，有人对耶稣讲甲伫咧上帝国内面迄个济道食饭的人是有福气的。耶稣就用到迄个叫做大宴席即个比喻来伫遐来提醒众人。伫迄个中间，毋通安怎？毋通迄落讲轻忽也是讲迄落安尼，感觉讲无在意无要意上帝国的邀请。也因为安尼伊伫迄个中间因为有一大群人来伫遐来跟对耶稣，
所以耶稣这个时阵，伊才安尼当心来对因讲啊啦，讲无论恁什么人来到我遮，若无疼我赢过疼家己的父母、母囝、儿女、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袂通做我门徒。既若无背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袂通做我的门徒。煞接耶稣，伊才讲起着，咱头拄咧讲着迄段经段，伫遐讲起即个恁若是要起一座楼，若无先安尼计算费用，看会安尼会通起好势啊无？甚至后壁佫讲起着迄个若要出去甲人相战，安尼是毋是安尼先量好势？即个经段，所以耶稣伫咧规个即个经文内面。敢是咧讲见长，是毋是应该是迄个讲伊用着迄个比喻去咧讲的迄个头前咧讲起着迄个做门徒的代价，甲着迄个决心。所以咱要同齐来，搁一摆来思考，什么话是叫做做门徒的代价甲决心？圣经甲咱讲，当时有一大群人跟对耶稣。但是耶稣伊无因为哇，足侪人伫遐来跟对伊，伫遐来安尼感觉满足，反正伊用到一个真严格的条件来讲起讲，无论什么人若要来到要来跟对我，若无疼我赢过疼伊的父母、母囝、儿女、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就袂通做我的门徒。耶稣伫咧即个所在，伊毋是伫咧拒绝所有的群众，伊嘛毋是伫遐来讲起着讲迄个咱应该安尼讲，咱像讲放杀咱家己的遮个亲人朋友。伊是咧提醒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军队主毋是一时的迄种的热情，乃是一生的迄个威信。咱信靠主耶稣，咱毋是伫遐安尼讲一时的热度，3分钟的热度，乃是迄款安尼一世人对主的迄种威信。伊毋是，伊无爱迄种只有干那要爱看热闹的门徒，迄个群众，乃是伊要爱迄种有愿意伫遐来安尼背起十字架的门徒。佮迄个十字架是主伊让互咱的。毋是咱家己要去捡咱家己要爱背的十字架，所以咱需要去想的是，安尼做门徒的即个条件甲代价是甚物？第一个，咱需要将耶稣基督放伫咱生命内面的迄个第一位。咱时常讲，咱要听主，咱讲要听主耶稣，但是咱是毋是真正将主放伫咱的第一位？主耶稣伊毋是爱咱伫遐来挽回咱的家人，乃是要求咱将伊放伫咱生命的迄个第一位。因为当耶稣基督放伫咧咱的心中，成做咱生命迄个中心的时阵，咱会用想象，国过来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就是咱对咱的家人的迄个疼。会搁较真实，会搁较安尼真实，搁较有根基。因为咱会为着主的缘故，咱来疼咱的家人；为着主的缘故，咱真正安尼用着主伊安尼为着世间人放杀性命，咱嘛伫迄中间来为着咱的家人来放杀性命。第二，咱需要背起咱家己的十字架，咱。十字架毋是一个装饰品，乃是一个受苦、顺服、牺牲的迄个象征。我亲像挂即个十字架，跟对我已经安尼，将近要20年。搁即支十字架是我家己做的。我伫咧做，我是安怎要挂即支十字架？当初时，我搁伫咧做新学生的时阵，人就讲这个人有够像主教的，因为他身上挂了一个十字架。但是我无伫咧中间受到因的影响，因为我真清楚知影，我挂这个十字架的意思是代表什么货。我伫咧中间是要证明
伫遐来甲人，搁一届来讲起我是基督徒。当我伫遐甲人讲起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阵，人会安怎来看我？人会用一个搁较严格的迄种观点来看咱本身。搁我伫遐安尼用着种，我伫迄中间，毋是用着一个迄个款的，干那只是一个表面，安尼，乃是我伫迄中间透过安尼，我会通，互我家己搁较谨慎，伫咧我家己的生活，甲伫我家己的所做顶面。所以十字架毋是一个装饰品，乃是受苦、欢喜、顺服、牺牲的迄款的象征。咱每一个基督徒拢需要伫遐操现咱家己迄款安尼欢喜来。放下家己，来伫遐来谦卑顺服，效法耶稣基督的模范，毋是干照着咱家己的意思，乃是咱欢喜照着天父的旨意，咱伫迄个中间来弃权，来互咱天父伫咱的心中来伫遐来掌权。咱今仔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偌济人，你真正欢喜来弃权，来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咱时常伫遐咱讲哦，咱高举主的名。但是，伫咧实际上，若拄着甲咱无意见无共款的时阵，咱的表现又阁是甚物款？咱长老教会，咱透过用选举、用迄个投票的方式来去分辨上帝的心意。是安怎投票了，有缘继续还阁有其他的声音，因为无合家己的意思，无合家己的心意。安尼，咱是到底是下咱家己的意思，还是下上帝的意思？互天父伫咱的心中来掌权，咱有真正欢喜来弃权啊无？还是咱悠然共款照着家己的欲望伫遐咧行代志，咱家己还阁毋知影。第三，咱需要伫迄中间来去计算，咱是毋是真正为着即个遮尔啊宝贵的信仰，即个宝贵的福音，咱伫迄中间来付上代价。就较亲像咱伫咧经文内面讲起着即个起老法厝即件代志，伫遐来算成本，甲着迄个伫遐来修正，伊需要去伫遐来衡量伊家己的实力。这是一条无容易的道路，但是却是一条真有价值的路，也是门户的道路，因为咱需要。做的只有干那一件代志，就较亲像伫咧迄个伫遐咧找找迄个即个珍珠，安尼找好的珍珠的迄个做生意的商人共款。伊当伊伫遐发现一粒真贵重的珍珠的时阵，伊伫迄中间，伊变卖一切所有来买即粒珍珠。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既然即个信仰遐尼啊好，是安怎咱将伊来甲藏起来，也是将伊甚至安尼无感觉讲即个是真要紧，是真重要。咱伫迄中间，咱伫遐安尼，甚至咱伫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今仔日咱路加福音14章即段经文的时阵。咱只有干那看见讲，即个起厝爱付上偌济，但是却无看到规个经文内面去讲到迄个做门徒的代价。咱是毋是伫迄中间有欢喜来付上咱家己的代价？另外，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为着主来弃杀咱所有一切？主耶稣伊爱咱弃杀的，毋是迄个只有干那迄个有形的迄个财物。伊是伊爱咱伫咧咱的心中所有一切遐取代伊的即个位置的遐人事物，伊期待咱真正将伊来放伫咧咱的心中的迄个第一位。咱袂通安尼一边伫遐咧安尼掠掉即个世界的即个倚靠，搁一边伫遐讲咱要伫遐来专心倚靠咱的主，专心来跟对咱的主。因为上帝伊是监察人的心的，咱到底咱所活出来是甚物款的生命？咱的主，伊伫迄中间，伊伫咧暗中看咱的表现。
第五，咱需要保持一个有真正有见证，甲着迄个影响力。耶稣爱伊的门徒，亲像盐共款，伫咱今仔经段内面，迄个伊讲，迄盐会通安怎？迄个伊会用做迄个调和的作用，所以会通伊期待伊的军队伊的人会通伫即个世间成做一个会通调和的，是有见证的，是会通有影响力的。基督徒若是亲像盐，若失去了味，安尼伊就失去了迄个应该有伫咧即个世间应该有的迄款安尼迄个功用。基督徒若失去对主耶稣的迄款安尼忠诚，对主的迄个忠心，就会失去即个对世界的迄个影响力。反正咱会看见今仔日伫咧咱即个世界。有我尼啊侪基督徒，伊家己伫遐讲起讲伊是基督徒，但是伊却是互即个世界所影响，直到伊的性命失去了焦点。所以咧，兄弟，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想，当咱伫咧讲要做门徒的时阵，咱搁一摆来定心，搁来看咱家己伫咧讲着即个建堂的即件代志的顶面，建堂的。咱拄好伫咧面对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挑战。建造一个新的礼拜堂，毋是干那一个硬体的工程安尼那定，伊更较要紧的是一个信心的工程，伊是一个信仰的工程，伊更较是咱属灵的见证。我毋知恁还阁会记哩无？当牧师第一遍来到伫咱的中间，伫咧6年外前。牧师第一遍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信息的时阵，伫咧迄届礼拜后，教会安排牧师来互兄弟搁较明白牧师。伫咧中间，牧师提起着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就是异象。异象毋是牧师来提出，互兄弟姊妹来军队。是安怎来讲？尤其是对一个新的牧师。要去到伫咧一间教会，如果若是牧师提出家己的伊所领受的异象，安尼，迄个异象毋是兄弟姊妹共同所领受的，是即个牧师伊家己的异象。所带来就是教会的事工咧推展的时阵，所有的兄弟伊会讲，这是牧师你的异象。大家人无法度同心伫迄个中间来。为着即个共一个异象来伫遐来努力，但是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着，咱今仔日伫咧迄个应聘的时阵，咱迄当阵牧师捌甲咱讲起着，咱应该是教会咱的正中级带领着咱的信徒做一件代志，就是爱去分辨上帝伫咱南阳教会的异象。到底上帝留予咱教会到底是什么款的异象？将这个异象来甲这个要来应聘的牧师来对因讲起，讲牧师，阮安尼所领受的异象是怎样？牧师照着这个异象来甲咱的中职、甲咱的兄弟来伫遐来分享，来讲起讲针对这个异象我会使安怎做？若感觉大家兄弟若感觉讲安尼 OK。安尼，即个牧师就来带领即个会友来安尼向前行。但是当时伫咱的教会，并无有一个人来我讲起着咱南阳教会的异象。所以，当牧师透过着1年外的时间来伫遐来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伫咧寻求的过程内面，我并无伫遐讲起讲咱要建堂即件代志。我只有干伫咧咱教会伫咧设教60周年的时阵，无歹势，是设教58周年的时阵，咱后礼拜要设教64周年，也就是6年前。我迄当阵，我毋知影咱还佫会记，我小可互恁小可回忆一下。
我讲起着应该是讲起着讲，咱应该来为主做梦，咱用12年的时间来为主做一个梦，有无？但是我无讲见长，我只有干那讲，咱用12年，因为58年对我来讲，咱要献一个什么物件来给上帝，事实上是困难的。咱要伫咧2年内面的时间，咱要做一件什么代志来献给上帝，是困难的。我讲的是12年后，咱要用什么来献给上帝，也就是咱设到70周年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来献给上帝。就我伫咧迄个中间咧讲的时阵，咱的兄弟中间有人就开始伫遐。我毋知咱有有注意到无？就有人开始来预备，迄落亲像讲预备豆乳、预备肉粽、落尾手、老安尼。我毋知影讲，咱伫咧中间，当咱听见着牧师咧讲起着咱来为主来做梦的时阵，咱所想着是啥？无可能啦！啊，这无可能。啊，是咱伫遐讲，安尼我会通做啥物货？我会通为主来做啥物货？所以牧师伫遐安尼，敢若讲起讲，咱需要来为主来做梦，来照着即个问卷，咱伫咧中间，咱众兄弟来安尼回应，来讲咱的教会需要有2场的礼拜，咱的教会要来建堂。这件代志毋是牧师讲的，拢是咱家己的兄弟讲的。咱亲像主耶稣伊咧讲的迄个建楼咧起厝的即个比喻共款，咱做一个主耶稣的门徒，咱需要去计算，咱需要去预备，咱嘛需要去伫咧中间来维新，毋是讲我有一个梦，做梦了，国怪即件代志甲我无关系。咱需要真正伫迄中间参与伫迄中间，毋是伫迄中间只有干那伫遐出喙。我毋知影讲，咱伫咧当牧师伫遐讲起咱为主来开始来做梦的时阵，咱有偌济人开始来为着即件代志，尤其是咱伫咧当咱开始讲，咱的教会要决定咱要开始讲着开始要来建堂，有偌济人开始为着建堂即件代志来奉献。牧师是对讲，咱为主来做梦，迄12年遐开始，我开始伫遐，因为我毋知影，但是唯一会用放伫咧另外的专门的费用，就是咱教会的建设基金。我就逐个月伫咧中间来照时，来伫遐来伫遐来安尼奉献。咱到底咱有偌济人伫迄中间来做？咱伫遐讲，咱听主，咱伫遐讲，咱要听上帝，听主耶稣。但是咱真正有付出行动啊无？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咱是毋是真正愿意相信讲，这上帝伊的确会供应？就甲亲像今仔日咱头咧讲起着即个起楼仔厝的即个譬如共款。请问，即个起楼仔厝的是主耶稣要起的，啊是迄个主耶稣咧讲的迄个譬如安尼若定？但是今仔日咱所领受到的，既然是迄个建堂的意象，请问，即个建堂是上帝要起的，啊是咱要起的？既然是上帝透过咱的心意伫遐讲起，咱要来起即间新的礼拜堂，上帝既然将即个心意放伫咧咱的中间。安尼，咱敢毋相信上帝伊的确会供应？伊会供给咱有教业的需要吗？当大卫伊伫遐安尼兴起意念，讲要建起上帝的圣殿，后来上帝伫遐安尼因为伊的手捌伤济岁，伊伫遐讲，你袂使为我起圣殿。但是你的囝要为我起圣殿，大卫伊伫迄个中间，伊开始为着上帝的殿伫遐来准备预备。咱
为上帝预备偌济。咱毋是伫遐讲啊，这个无可能。若无可能，咱什么就拢免做。咱会想想，今仔日咱的礼拜堂，咱若搁甲放咧10年、20年，咱的礼拜堂会变成啥物款？甚至30年。无说若要搁较严格来讲，咱即届建堂，咱若无甲伊完成，搁50年，咱嘛起袂起来。因为咱伫迄中间，咱对主若无有信心，咱无相信上帝伊有让互咱迄款安尼的稳定，搁过来，咱就是安尼那尔。上帝伊既然将一个真大的祝福藏伫咧后壁，要互咱，咱是安怎无爱去接？咱是安怎还搁伫遐咧犹豫？所以咱需要，毋若是干那，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第二个，咱需要的是迄个爱有一个舍己的，操练即个看无家己的迄款咱的功课。咱是毋是真正愿意伫咧咱的金钱、伫咧咱的时间、伫咱的精力面顶，伫遐来摆上？咱毋是干那建堂的时间，咱教会内面还阁有侪时间。当咱伫咧像昨小会伫遐开会时阵邀请到冠军老师伊要伊有一个即个安尼迄个叫做用台语来教即个烹饪的即个课。咱的小会员想到是啥物货？因来到伫咱的咱来要来借用咱的教会。即个场地，咱有机会会通好来接触到遮个无信主的遮个朋友，这就是宣教。但是伫咧中间，咱想到是讲，毋过这是人外面的一个活动，安尼咱要来去接触人。咱第一个想到就是讲，安尼咱会通透过伊即个咧办即个活动的时阵，咱嘛会通安尼伫咧迄个中间来甲因伫遐安尼甲因熟悉，伫遐来安尼将因的资料，若有机会会通好伫迄中间来甲因安尼，咱讲甲因做朋友，甲因接洽了了，有机会安尼甲因会通来甲因分享。遮需要有人无？需要有人来伫遐同齐共同来参与，是遮个代志，拢是随甲别人，这拢是别人。需要去做，甲我无关系。咱需要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有做即种见证的即个的功课去操练。咱的新的即个礼拜堂，当咱伫遐来选择即个新的礼拜堂的颜色等等遮的时阵，咱讲起着，咱是安怎要选择即个礼拜堂？咱讲咱所选择的。在上大多数用到即个颜色，伊讲是因为即个是照着咱长老教会的即个精神，咱要伫迄个中间来安尼继续来做，成做一个属灵的传承。即个新的礼拜堂，毋是干那是咱组织的所在，是要来即个社区来伫遐来宣告，伫即个所在有上帝的同在。伊伫遐要徛安尼树立一个标志。咱伫咧60年前，咱伫咧即个所在来建立上帝教会、上帝礼拜堂，伫遮来徛起一个安尼高举十字架。伫咧60年前的时阵，咱的教会礼拜堂边仔拢是田，咱安尼遥悬悬，逐个人都远远看会到咱教会十字架。即个时阵。连牧师第一遍来到伫咱咧教会的时阵，我找无教会，你知影无？是安怎找无咱的教会？因为咱的教会，敢若咱的门牌，民族路37号，待伫咧100外号甲200外号的中间。
连 Google 都找不到，咱要安怎高举上帝的名？何况怎么伫咱四周围起的厝拢比咱较悬，要安怎去高举？搁过来，咱要安怎伫迄中间来，互人伫迄中间看见上帝的迄个的教会的记号的标志？咱若是刚好一个建筑物，咱搁较需要伫咱的生活内面，伫遐来画出一个真正有迄款生命的迄个见证，互人看见咱就一人明讲咱是军队主的，是互人会通感受着讲，伫咧即个所在是有主的听的教会。所以，兄弟，建堂的过程是实践咱做一个基督的门徒的代价甲决心的一个真要紧的时刻。伊也是互咱会通领受上帝迄个咱讲莫大的祝福要来临的一个搁较要紧的一个记号。咱唔好轻忽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咱会记伫咧圣经内面所讲起着，上帝呼召人，拢是伊若呼召你，上帝就无放。咱讲啊，无放你煞。虽然咱有可能，咱会通用着咱家己的自由意识伫遐来倒撇，但是上帝伊会甲你抓转来。上简单的咧，就是用哪的咧。牧师伫咧20几岁的时阵，教会长老就甲我讲，你哪无去读神学院？我伫遐着迄个长老。足大声讲，我无感动，因为我真知影做牧师无快活，我无咧爱做。因为我的爸母，我的老母，伊做牧师囝，伊伫遐讲起着伊过去，伊伫咧教会内面怎样做一个平信徒，敢无较好？所以我迄当阵，我对人讲的讲，我代子服侍并没有比牧师差。但是咧，当我到40岁的时阵，上帝搁一摆甲我呼召。我20几岁，你用想象，我若20几岁的时阵去读神学院，是毋是会通为上帝的国度来服侍搁较久？但是后来我来反省家己，如果若伫咧20几岁的时阵，我去读神学院，安尼。神学院会塑造一个信仰的怪物，因为迄个时阵我骄傲自大，但上帝甲我磨，甲我修正，互我到41岁的时阵，我才进入神学院。到48岁，我才毕业。后来伫50岁的时阵封牧。我伫迄所在要讲起就是讲，咱唔通轻忽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上帝对咱的呼召，伊有伊家己的办法，就较亲像基甸，上帝呼召伊出来带领以色列人，甲着这安尼外邦人伫遐来征战，伊伫遐用尽了各种的那个一时啊。讲安尼，你用伫咧旷野，羊毛放一对羊毛伫遐，旷野的地要是干的，羊毛要是湿的，这基本上是一个困难的代志。上帝迄天就予伊，马上，伊讲即届无准算，过来定来，讲地要是湿的，羊毛要是干的，上帝伊若是要呼召你，伊啥物办法拢有法度。就同款，亲像用那伊今仔日上帝要呼召你，你就走搁较远，走去较踏实，上帝嘛是同款，搁甲你抓转来。所以咱今仔日，咱唔通只有干那等伫遐口头伫遐讲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我要爱你。咱需要有实际的行动来付出，来愿意付出。咱伫迄中间来去经验着上帝伊怎样
安尼用着伊迄丰丰富富，迄个伊的祝福要临到伫咱每一个内。问题是咱要去承接啊无？第三，咱需要咱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来伫遐来实践。咱除了见证以外，主要说伊的话挑战咱每一日，咱伫咱的每一日内面，咱会通安怎做好主的门徒。第一，咱会通伫咧咱的家庭内面，咱会通真正互主耶稣伫遐来做首位，互伊伫迄咱的家庭内面，诚做咱的婚姻，诚做咱伫咧亲子的教养，甲着咱的亲子的关系中间，来伫遐诚做迄个修为的所在。咱需要伫遐来不断伫遐来操练。咱国怪，咱伫遐决定咱的家庭要做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爱去想讲主伫咧咱的家庭内面，伊伫咧咱的家庭内面，伊的心意是啥物货？咱行伫咧主的心意的内面。第二，咱需要伫咱的职场内面，伫遐安尼为主背起咱的十字架。咱伫迄中间好好啊，伫遐来选择，咱要安怎伫咧咱的工作顶面，真正真忠诚，伫遐安尼真尽职伫遐来做，用着主的公义伫遐来分辨咱所做的每一件代志。迄若无下信仰的，咱伫迄中间，咱无因为利益的关系伫遐来妥协。有个人讲恁基督徒遐尔定，但是是就是，毋是就毋是。这敢是主对咱的教导。第三，咱需要伫咱的教会内面，伫遐安尼愿意真正全然委身伫咧主伊所交托咱的。不管咱伫咧什物款的迄个积分顶面，咱伫咧什物款的境遇顶面，咱无诚做一个看老的信徒。咱是真正诚做一个愿意真心来去付出的主的门徒。咱伫咧社会中，咱爱诚做一个做光做盐，互咱伫咱的所讲，咱的各样的看听想讲行顶面，咱所有咱的言语、咱的态度，甲着咱的价值观，会通诚做即个社区，咱的即个世界的一个迄个带来迄个影响力。咱今仔看见今仔日即个社会哪来哪争论，侪才会似是而非的迄个观念、遐个言语，一直伫咧咱的即个社会内面，咧安尼伫遐咧四处蔓延。安尼，咱到底是毋是有诚做迄个影响力？是咱诚做迄个互即个社会、即个世界被影响的人。所以，弟兄兄弟，耶稣基督对咱的呼召是非常的清楚。咱诚做主的门徒，第一个，咱毋是一时的迄个军队，咱是一生的迄个威信。咱无搁再诚做一个迄个，咱讲三分钟热，咱是讲半信兄的迄款安尼的信徒。第二，咱需要伫咱对上帝迄款的热情，毋是干那只是浅尝即止的迄款热情，乃是咱真正伫咱的生命内面，咱真正深思熟虑了，咱对主的迄款安尼的坚持，咱真正真确信，咱所信的，搁咱要安怎来行，要安怎来做。第三，咱需要，咱无搁再诚做一个真表面的信徒，咱是要诚做一个真实的门徒，互咱伫咧咱今仔咱的生命，咱所活出来，真正会通来高举主的名，互主伫咱所行所做各样的看听想讲行的顶面，拢会通来得到荣光。所以，弟兄姊，当咱伫遐来咧思考咱不管是咱的建堂的即个代价。咱搁较需要是爱去思想，咱要安怎做一个门徒的迄个代价甲决心。咱就对咱每一天咱的军队，甲着咱伫咱生命内面，咱生活的实践来做开始，互咱无搁诚做一个迄个，只是干伫咧经文内面讲到迄个跟随的人群，乃是要诚做迄个愿意来背起十字架的门徒。咱会通搁一摆好来去想，头拄牧师所分享的，安尼伫咱的生命内面有啥物款的人事物，是比耶稣搁较容易
占据咱生命内面的迄个首位。安尼，咱愿意要怎样来去做调整？第二，咱要安怎来背起咱家己的十字架来安尼，咱要安怎伫咧有迄款具体的迄款的行动？咱要安怎来安怎放下咱家己？甚至咱受到误解的时阵，咱要安怎伫迄中间来吞忍、来忍受？咱要安怎伫咱的生命、咱的信仰中间来去持守咱的信仰？咱要怎样伫咱的教会、伫咧咱的职场、伫咧教会、咱的社会来活出一个安尼有迄个有，咱讲有基督的芬芳的为那个的基督徒。第三，咱需要伫咱的教会即个建堂的即个过程内面，咱愿意付上什么款的代价？求主帮助咱，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着，咱会通圣神帮助咱，咱会通好啊，搁一家来想，咱要怎样来成做一个愿意付代价、甲决心的门徒？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家满心感谢你，祝你照着你丰盛稳定，祝你呼召阮成做你的门徒。但祝阮信心软弱，比较阮时常伫咧拄着艰难、困难，甚至病痛的时阵，祝阮就将你放伫咧后面。阮煞袂记你，祝你伫你遐有丰盛稳定，甲着满满的祝福甲恩赐。恳求主帮助阮，无搁再成做一时仔久的门徒，乃是一生委身伫主；无搁再是干一时仔久的热情，乃是深沉安尼有思考过，欢喜来跟对，坚持来持守阮对主你的信。愿你的灵不断来帮助阮，祝你的圣神亲自来成做阮的引带，带领阮，伫咧阮面对各样的困境艰难的时阵，会通搁一摆帮助阮，引带阮，搁一摆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互阮会通搁一摆安尼仰望注目伫主，聚焦伫主你的顶面，互阮会通看见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要怎样来带领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来去安尼经验，去经历着主你的丰盛，甲你的稳定，安尼要来临到伫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中间，我来搁一摆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所叫的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员听到，当心用使徒圣经来宣认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庄方美长老、张淑芬长老来书献。祝欢喜。有纸箱。祝欢喜甘心乐意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毋免奉献。起立来吟奉献诗，诚做咱奉献的祈祷。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路加福音》14章26节。咱来连续读2摆，来。对我的人，若听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赢过听我，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对我的人，若听家己的父母、母囝、兄弟姊妹，甚至家己的性命，赢过听我，袂当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第14章26节。接落来，咱来延伸报告。伫咱的中间有一位吕秀珍姐妹，欢迎。伊是迄个路人节弟兄的岳母，吼，按拍手欢迎。请坐。搁有第一摆来到教会，咱做伙主会人嘛。好，咱来看报告。报告的事项，公告第一点第二点新任的长职名单，请咱家己过目。第三点，接纳本教会新灯建筑平面图，建筑外观以红砖色为主。
还有建筑施工授权案。第二点，本主日第一场礼拜结束了，要召开奖学金委员会，要伫10月初5设教主日来颁发。第三点，本会有赖美姐妹安孝主怀10月初1拜三上午10点要举行入殓告别礼拜。第四点，本会李淑儿姐妹安孝主怀定10月初4上午10点半伫服务园举行入殓礼拜，11点告别礼拜。愿主会灵亲自安慰遗族。第5点，下主日是本会设教64周年的纪念主日，礼拜后备有爱餐，请兄弟做伙来庆祝。第6点，2025年携手爱无限关怀事工，为着要为弱势家庭奉献每一户500元，请兄弟继续为这个事工大刀奉献。具体消息，第1点，为9月23号花莲风灾光复乡受灾灾民，东部中会有设立专款奉献，兄弟有感动的，请为这个事工奉献。第2点，10月初4，伫头城教会有宜兰阳区第6摆的联谊会，请欢迎姊妹参加。第3点，10月16，七星中会中联部举办2025年南洋区重阳敬老感恩礼拜，请欢迎松气气友参加。第4点，10月25到26号。台湾女子神学院和咱本会要举办灵命的转类上级免费课程，欢迎兄弟报名参加。内底的事项，请兄弟伫每日的祈祷中来纪念因。事服，请本周甲下周的事服的兄弟准备心。会计报告的部分，请家己过目。有错误的，请往财务同工来更正。以上，无主的报告。这是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来吟，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险。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做灭道避讳。